我呢邊咧會寄呢咁樣嘅 AB 膠硅膠嚟嘅，你就將佢1:1咁混合埋一齊。一般咧就揾呢啲咁針筒啊或者咩咁，你用幾多咧就抽幾多咯。我打個比方俾你啦。吹完之後咧，就將啲空氣擠翻出嚟，咁話咧你先知道佢係幾多毫升。依家係5毫5克，未到5克。跟住擦乾淨佢，再抽另一種。佢比例之間咧有少少差異咧，冇關係嘅。一般咧就用呢種雕塑嗰邊會有呢啲咁刀具賣嘅，反正就平面少少嘅咯，平面少少嘅都可以嘅。跟住將佢攪勻佢，將佢攪勻佢就係啦。搞到冇本身一隻透明噶嘛，一隻帶色噶嘛，搞到佢冇色差咯，即係全部都要混埋一齊同一隻色。差唔多就係咁狀態。跟住咧，打比方呢度係你收咗個大髀之後咧，佢有啲地方要你補完整嘅，咁你就畫少少，跟住擦乾淨佢，跟住將佢填翻上去。你嗰個口好大嘅話咧，你可能一次係補唔完整嘅，咁你就需要補佢幾次咯。如果出現呢啲咁情況，即係個口咧佢係斜嘅咧，你可以盡量將個公仔咧嘅姿勢擺翻正少少，咁話咧佢就唔會流翻出嚟。咁再補翻平佢，最後咧就將佢磨平整。如果有多嘅咧，你可以用紙巾擦咗佢邊緣。多嘅你可以用紙巾擦咗佢。一般嚟講咧，就建議佢咁靜止咁擺3到8個小時，佢就會自然乾晒嘅。如果你係比較趕時間嘅話咧，你可以用風筒咁吹佢。但係呢，一般嚟講唔建議，因為風筒吹佢咧，佢可能底下咧係有少少氣泡，佢最後乾嗰下咧會鼓氣泡出嚟咧，你就個外觀就冇咁靚。你睇下出唔出咗得到？如果有咩問題再聯繫啦。